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5月1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到，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将对中东坐专机登来到台湾，除了下暗要做双北世总运的开幕仪式盛会代表，上主要就是后礼拜台北电脑展，伊要来发表主题演说，也佫有公布回答伫台湾的总部到底要设伫倒位，受到各界关注。昨暗以后，先请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德嘉等等的高层同齐食饭。My first night in Taipei is always dinner with CC. And tonight we had a wonderful dinner with my management team and CC's management team. And we had a wonderful night.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来台了，第暗就是请台积电高层食饭。餐厅外口也客满百众，请要签名，黄仁勋也拢无拒绝。被问到是毋是讨论美国关税，魏特嘉摇头讲无。不过对台积电的报价，黄仁勋安尼讲。TSMC's pricing is consistent and fair for everyone. And so I like that because it is consistent and fair for everyone. And so the technology necessary to build the fabs and also the 2-nanometer process and beyond is incredibly expensive and incredibly hard. And so whatever is the price, so long as it's consistent and fair, that's the price. It's not expensive. Do you believe in Trump? It's very worthwhile. 黄仁勋即摆来台湾行程缓缓，今除了拜会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以外，还佫担任世总会开幕式科技盛会代表。另外，佫较重要是伫下礼拜台北电脑展发表主题演讲。There's so many smart companies here. There's so many innovative and spirited companies. I fully expect Taiwan to continue to thrive. Before, after, throughout. 被问到回答台湾总部会伫什么所在，黄仁勋讲全台各地拢是选择，无水平，毋过无排除下礼拜公布。北树科的 T17甲 T18差不多5公顷伫北投甲树林交界，附近上款有北投甲天母生活圈，附近的科技总部边的 T16就是金金宝集团总部，有产业走路优势。它在这边设置了所谓的企业总部的话，可能会包含了一些亚太的方面的营运仓储，离松山机场也不算远。新光金要第14发动信，新光人寿董事会已经决议资产处分，佮传出双方伫去年初已经初步接触，因为北树科有捷运交通优势，甲电力供应这优点，符合黄仁勋5万员工伫台北市上班理念好声相关。不过最后定案依然爱等黄仁勋本人来讲。记者综合报道。双北世总运今仔日特别起鼓，来自各国1万外的选手特别来大车拼，伊阁会吸引到上万人入场来参观。而且开幕仪式有邀请到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来做盛会代表，副总统萧美琴嘛去参加。地方甲中央是隆重出动2500警员来加强维安。另外，陆委会也讲，因有接到检举，共有2个中国选手拍算要来乱，是已经甲因的来台申请驳回。真不过，伫咧场边来回巡逻，搭配最悬点加无人机监控。20年5双北世总运17进行，双北市府加中央总共出动2500名警力来维安。特别提醒民众经常携带的，包括类似压力式喷雾罐、气瓶的加油喇叭、超过50公分的背包，以及酒精类饮料等等，这些都是禁止携带入场的。其中世总运梦想总年组伫迄天的下昼5点30分进行。有要加14000位选手来参加，除了沿路有设安全护栏，重要的路口也有设防车龙的装置。因若伫比赛前，陆委会有接到检举，讲有2位中国籍的参赛者，因为想要伫咧比赛时阵闹事，决定不互因来台湾。拿中共5星旗，然后有些人说要宣扬武统台湾。如果赛事期间进来的大陆人士，如果任何有这样的行为我们是立刻废止你的入境许可，然后会在最快的时间内把你遣送出境。世总运执委会提醒讲，观众席若早机原则上是无受限制，长袂用超过2公尺，宽袂用超过1公尺。也强调台湾无受到限制。但是有议员讲，观众的票房敢若是无啥理想，抑阁出现要求基层的公务人员抑阁学生来做观众。
指定场次，约有一个人补助150块。为什么要动用民政系统，要求李干事周末加班，平日还要包车来带李明前往世壮运？另外还有家长更是直指说，体育班的学生就这样突然被安排说要去观赛，学生的受教权到底在哪里呢？认识国际赛事运动项目，一起欢迎国外选手到台北来，具有教育价值，是鼓励的性质，而不是强迫。台北市政府也公布系信会代表，就是全世界 AI 领头伟大的创办人黄仁勋，伊担任象征科技领域的信会手。另，世总会执委会也收到总统府通知，讲副总统萧美琴会代表总统来参加开幕典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众议院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针对着台海暗中的冲突有举行听证会，指出台湾面对着中国的军事威胁，其实更较有可能会受到来自北京的封锁，也是经济战。再来看联合报。联保署公布台湾乌蠅的统计，发现台湾乌蠅的族群有咧扩大。伫咧500公尺以下嘅海拔地区，嘛拢有发现到乌蠅的形影，这是甲人类活动的区域定塔。所以未来人类甲乌蠅敢会当和平共存，是正做保育的新挑战。再来看中国时报，中国有一对爸仔囝昨日对福建坐树泥船，逃走来到桃园观音海岸，昨家己走去投案。海巡署北部分署强调，已经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这嫌犯来台湾的目的。继续来关心着这对中国的爸仔囝，家己坐树林船偷偷走来到咱桃园观音上花，讲是要投向自由，而且这偷渡的过程竟然拢无互人侦测发现到。因为即马拄好是总统赖清德就职未满周年，这时机真敏感，海巡甲检方是拢赶紧来调查。今日8时7分，第8案巡队接获通报，2名中国籍人士自称搭乘橡皮艇从桃园观音海水浴场左侧沙滩上岸。北部分署立即实施滩岸搜索，查获橡皮艇1艘，经雷达航机回放，未发现不明目标，全案报请检察机关指挥侦办。并深入清查嫌犯来台动机等事证。好，咱继续来关心着中国继续对台湾的国际场合的施压，这是伫咧南非进前就要求咱的驻南非代表处爱刷离开首都，双方拢也搁咧参详当中。即马这南非的官方网站就直接甲咱的代表处改名、降级，搁改掉地址、删掉驻南非代表的介绍等等。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是批评南非的外交部安尼黑白母，也批评中国伫咧背后施压。南非外交部持续有这些小动作啦，那想表态，那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中国的压力。对南非政府表达严正抗议，外交部长林佳龙讲骂对象是对准后壁的中国，是故意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去年10月和今年1月，南非政府就2摆写批予咱的住处，要求迁离首都。3月，南非的外交部阁甲官方顶管本来的台北联络代表处，甲做台北商务办事处，阁列入国际组织的名单。即马阁家己甲住处的地址刷改约翰尼斯堡，阁甲介绍台湾驻南非代表的单位抬调。南非的这个执政联盟的政府啊，里面的政党也都表达反对南非外交部片面的行动，那更有包括美国政府那个包括国会议员行政部门也都有表达关切。林佳龙讲，南非外交部这种小动作，台湾未承认，会持续结合理念小我的国家替台湾来发声。根据资料显示，2024年咱国对南非出口6亿7648万美金，主要是机械设备、汽车零件和纺织品等等；对南非进口8亿0924万美金，主要包括碳sản、贵金属、无业绩，差是超过1.3亿。虽然台湾有晶片的优势，不过学者认为讲，想要靠这来反制力量，恐惊有限。晶片如果他要的话，他可能是要低阶一些的，那其他地方可以供应，特别大陆都可以供应。美国对他施压也没有用，因为南非得罪了美国，跟美国关系，然后美国把南非大使都召回去了，赶出来了。这个议题，川普也没兴趣啊。虽然可能
觉得很不爽、很不开心。但是可能如果要有，还是要维持住就是。台湾外交部的官网同款是显示，驻南非代表处的地址是伫首都普利托利亚，相关联络资讯嘛拢无变。外交部讲，驻南非代表处目前是正常运作，即嘛等在等对方来回应协商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黑山抢2号机今仔日正式除役，下晡地慢慢开始停机，到半暝12点地完全停止。咱台湾嘛被宣告成做零核电的国家，所以来爱伫咧5月30进前，将这反应炉内底核燃料全部拢刷起，用过燃料池内底放。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夜去视察桃园的大潭电厂，也阁有第3天然气接收站。伊强调，未来这大潭电厂会当顺利来取代核厂，供应用电的需求。今天过后，台湾就没有核能发电。关于核三厂2号机除役的这个工作，我们是不是安全顺利的会进行中？正在进行。主动讲到能源议题，强调核三厂的除役正在进行，而且大潭电厂的供给满载，会当顺利取代供电的需求量。行政院长卓荣泰16中昼去到桃园，视察中油关塘接收站和台电大潭厂的增建计划。因为5月17，台电核三厂2号机正式除役，核电是宣告归零，但是供电无问题。尤其是过不久7号机的加入商转。几乎可以供应北基桃将近1000万人的工业民生用电的需求。依照法规，核三厂爱伫接着到期的迄天暗时12点进前完成停机的工作，了后会伫5月30进前，把反应炉内面的核燃料拢总刷出来，到用过的燃料池内面。根据经济部能源署的统计，114年1月到3月发电量的结果，燃气46%，燃煤33.5%，再生能源14.6%，核电3.4%。外界烦恼讲核电厂除役了后，欠的电无法度补，尤其伫屏东恒春当地的人，对这心内感觉是真复杂。现在一处理下来，外报上来都走了，一走了，我们这边的当地的那个乡亲就会没有工作了嘛，再加上一些回馈金可能会有减弱的情况啊，对恒春的公共建设会有影响。另外，最近核能的新技术嘛引起讨论，亲像小型模组反应炉 SMR， 目前敢若中国和俄罗斯使用，其他的国家拢伫个研发的阶段。另外，最近美国新创公司宣布讲，要打造全球第1个核融合电厂，按算2030年开始商转。产生的核废料在处理上来讲，应该比核分裂相对来讲容易很多。核融合反应器的发展对人类未来能源的使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现阶段核融合反应器还不存在。学者分析，虽然新技术创造更较大的发电量，但是核安的风险同款嘛是要评估。核融合的技术敢会当广泛应用嘛是阁唔知。加上核废料要安怎处理，这拢需要更较侪配套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诈骗满满是提醒大家要爱特别小心，因为就连警察嘛拢会防骗。这是一位伫咧刑事局诈骗犯罪防治中心行政科支援的一位50多岁的警员，伊嘛传出去当着假投资诈骗，伫咧2-3个月内去防骗上千万起。另外，伫咧第一银行宜兰分行是碧村，女像有银行员替诈骗集团来开人头口座，昨去互检方约谈。其中副理伫咧复审了后，以80万交保，专案会依照诈欺甲银行法定等的罪嫌来侦办。警察入去搜查，甲人压制。今日初查到这件案件，嫌犯有误导背景，涉嫌假名人诈骗，甚至有警察去互因骗。国公是刑事局诈骗犯罪防治中心的金融调查小组成员，第3个月来6个领钱，损失将近1100万。这位同仁他本身不是我们刑事局的同仁他是因为刚好有一个契机他刚好来支援我们的这个诈防中心，只是从事一般的事务性的行政工作。刑事局回应，互人骗去4、5个员警，去年捌来刑事局支援半年的时间，干那处理行政工作，并无牵涉到诈骗业务。目前已经转去保育总队。不过50多岁以为面册广告，互人骗去假投资，开千万买股票，因为家厝的人借钱，才互人发现有各样，才压出来。即马连警察都会防骗，外界即期即马的打诈措施敢有效？
持续在被害中的潜在被害人呢，我们也执行这个唤醒的这个机制，在查找他们，希望说他们能停止被害。诈骗伫台湾真济，民众真歹预防，甚至金融机构一再出现行员牵涉到诈骗。第一间行宜兰分行15就互人搜查，包含护理等真济员工，好亲像有替诈骗集团开人头小户，叫人带回约谈。经过检方核实了后，其中涉案的护理以80万块交保，并配挂电子卡款。有2个给检察官讯后请回，其他的3个是交保，违反银行法、诈欺以及洗钱防治法来侦办。已经发声明表示，专案搜查甲银行营运无关系，对公司财务业务无重大影响。会等待案情查清楚了后，依照规定甲法律程序采取应对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科技进步，即马无人机的运用是愈来愈快。毋若是空袭、造势，也是救灾，上重要的就是军事用途。这无人机也正做全球重要的产业之一。咱台湾是有优秀的人才甲技术，毋过有关是需要来推动市场的发展，也有法规的制定。教育部嘛积极在培育国家无人机的国家队。今仔日下暗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咱无人机的产业。你直接录，然后帮我拍给台北市。将中国品牌空袭无人机进入消费市场了后，因为简单操作，全球空袭的风潮怎啊咧兴起来？也若对罗西亚、乌克兰战争，也有全球去中化的趋势。台湾政府嘛开始加速发展无人机的产业。因为国际情势包括咱乌俄战争。所以无人机这个产业慢慢伫咧世界去看到安尼甲嘛踏入这个情势所以无人机拄啊是一个国际趋势啦因为要以小博大，不对称作战，无人机是一个最好的战略思考。请揭牌。经济部甲嘉义县政府合作，伫嘉义埔主成立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因为控快试飞场，佮方便使用，是啥袂少厂商进驻，集中产业的资料，要打造无人机国家队。坐电梯落去，就行出去，就会使直接飞起来。有问题上来直接搁修，袂去炸啥物物件，阮就会使食就是起来摕，落去倒的，就会使测试，就是很方便啊。我们的研发的效率，拢就是会大幅提升。这间是阮的专业实验室实验室主要是讲阮家有迄个研究生，因伫遮写程式或者是开发无人机。无人机的产业要成功，人才嘛是重点。湖北科技大学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有无人机工程系学校，加上教育部投入资源，做伙为无人机国家队培养好的人才。我相信无人机产业现在蓬勃发展，未来需要更多的研发的人才。所有机电整合的人力，那我当然以我飞机系的主任的角色，我希望政府可以继续支持这一块。进无人机这个产业一般来讲就是这人才有法度你来无，那有法度甲做伙，其实发展会足紧的。无人机的产业当在改变世界，台湾有优秀的人才甲技术，不过市场的规模甲法规也要更较周知。业者准备好啊，人才嘛招备，台湾国家队敢准备好势啊？记者吴德庆、叶家军综合报道。台湾博物馆对2010年开始，就透过文书作家，也阁有动画的科技团队是推出真侪文书动画。即马大博物馆也阁利用活泼的守护精灵系列漫画，结合馆内的拿地。黄虎旗、东牛等等的收藏品来做漫画角色，希望向民众来传达守护文化资产的重要性。用起爆标的招式名称来形容台湾奥运牌动作美丽，漫画以超过100年历史的台湾博物馆做主要场景，一点守护精灵表示想保要向游客来设博物馆，说去予土地人破坏，害馆内的文物拄当危险。这是大博物馆推出的单机漫画《守护精灵土地人入侵》，结合馆内拿地黄虎旗、东牛，也有乌蹄鸡等等的收藏品，希望向民众传达守护文化的重要性。
台语的这个的使用吼，对咱下一代保护咱的文化吼，认识咱的土地甲迄落国家其实真重要吼。所以台湾博物馆已经推出3部动画动画啦吼。这第3部这就是阮叫做守护精灵的一个台语的配音的这个动画。大博馆用过捌以康熙台湾舞蹈700为17世纪台湾西半部地形官兵部署，也佮有人民生活景观的地图来制作人文历史的网页、舞蹈记游和北台记游。但用较活泼的守护精灵，希望让大人囡仔透过网页来认识博物馆的文物。暑假热天呢，阮会推出第2部就是用地成功来保护文物就是那个护保成功啦。台语的这教育，也是讲做台语要学台语，透过台语来认识台湾博物馆，认识台湾有啥宝。除了文化戏文嘛，结合4目录爱食叶仔，也佮有台湾大变福行光等等的生物特性，或者守护精灵有无共款的个性甲特色。博物馆表示，这出台语网页嘛配合台语家庭计划来看片，就会使扣点，嘛打算伫今年热人会佮推出守护精灵第2出，希望透过影片，互民众愈了解博物馆的功能。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16伫咧土耳其展开开战3冬多以来头一届面对面的和平会谈，无到2点钟就结束，双方有达成共识，要互相交换1千个战俘。不过乌克兰的官员表示，讲这罗西亚阁要求爱放弃愈侪领土才要停火，这是互因无法度接受。因为罗西亚这边是讲对这届会谈的结果真满意，准备要阁继续谈判。乌克兰甲罗西亚会谈代表进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场，展开危机控制1年之会。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了后，双方第1摆面对面谈判，双方无握手。一般乌克兰代表团成员穿迷彩军衫，提醒大家因的国家在遭受攻击。这场会谈刚进行不到2点钟就结束，双方同意伫未来几日各交换1千个战俘。The second objective was to discuss ceasefire. Given the natur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here practically every single issue that is at stake can only be resolved by President Putin, we are looking forward for having the summit sooner than later. 这是两国爆发冲突以来上大规模的援和行动之一。不过，双方伫停火这关键问题，亲像战争后期无突破。有乌克兰官员透露，对方提出互人无法度接受新要求，包含放弃更较侪领土来换停火。罗西亚代表团表示，已经考虑两国领导人直接对话。Прям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е по инициатив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только что завершились. В целом, мы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ы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и готовы продолжать контакты. 不过，乌克兰甲部分盟友烦恼，罗西亚采取外交手段，是为争取时间转移国际社会对停火压迫，佫想要阻止欧洲实施新的制裁。学者分析，这场会谈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两国冲突可能在105年结束。Top leader meetings, big headlines are not very conducive to bridging the quite substantial gulf that still exists. But boring talk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Istanbul away from the cameras might be able to lessen that distance somewhat. 美国总统川普伫空军1号表示，伊爱甲普廷会面讨论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阿尔巴尼亚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甲英国、法国、德国、甲波兰领袖会面，而且甲川普峰会会后，欧洲领袖拢认同罗西亚立场，并显明接受，而且已经不是头一摆。欧盟表示准备对罗西亚金融部门实施更较侪制裁。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天气报道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气象。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中部地区25度至33度，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东部地区24度至32度，
还有外岛地区24度至31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俊，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